咱来看到新竹县五峰乡是原住民泰雅族甲赛夏族的部落，艺术家黄义峰是用创新的方式，把武艺的文化展现出来。本身就是泰雅族的艺术家黄义峰，利用创新的艺术表现出特有的武艺文化。过去部落内底有人因为违反祖训触怒到神灵，结果判病，这时阵就要去找武艺来甲祖灵参详，对话祈福。然而，这项装置艺术最参保，就是武艺文化中的信物，代表避邪的意思。那时候的巫医的家的门口，到了晚上以后排队都是人，抱着是小孩，有的发烧，有的是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病痛，但是他就要透过他的一个仪式，跟他的能量去把这个人再带动起来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感动的地方。然后甚至于很多巫医他们是不需要收费的。现场阁将武艺以及祖灵之间的动画融入泰雅族道文内底，彰显武艺遵循鼓励的意思。这个巫医展在我们泰雅族的文化是非常具有神秘，而且是我们长期会遵循的这样的一个力量。时间的流逝跟时间的洪流在慢慢的被淘汰了，对。但我觉得灵性这个东西，其实它有必要存在的价值，因为我觉得人本来就有疗愈人的特质。就像母亲对你的祝福，然后家人的祝福，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给予你的祝福。新竹县五峰乡是原住民泰雅甲赛夏族裔，透过举办文化展览，希望会当让更加多少年族人认别故乡，提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